是不是快乐的人就比较健康？还是健康的人比较快乐？快乐的人还是原本快乐的人他就比较健康？又回到鸡生蛋跟蛋生鸡，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构成，它是相互，但是一定的条件，你健康你就会比较快，你快乐你一定会比较健康，所以是靠谁？那我们刚讲这么多快乐，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那我们为什么？刚刚提到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快乐的没几个举手，他提到，什么快乐有来的举手，其他都是，那觉得快乐比较多的举手，快乐比较多的自己身上，那觉得不快乐比快乐多的，哦哟，也是有嘛，就那或许呢，哦，最近参考这本书，就是英国哲学家写的书，就是这个哲学家英国是好像罗素。他提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幸福的征服》。这个罗素很厉害哦，他是数学家，然后又是天文学家，最后又是好像很多数学家，最后都变哲学家，很数理逻辑关系很好。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幸福的征服》，去讨论的就是快乐是什么。那他讲到了几个东西，人为什么不快乐？他列了这9个点。第一个是自我限定的人。自我限定就是有几种啊，那个自罪狂啊、自恋狂啊、自大狂。它书里面是介绍很细的，但是或许讲过大概大家知道一下，它的分类是这样子。那看跟我们的经验有没有？那自罪狂呢，就是自己老是想我有罪，我有罪，自我否定的这种。那有一个就是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就是一出门今天一定会下雨，开车有可能今天可能应该会破开。所以他老是悲观主义，他在讲他比较不会没办法提出很建设性的东西。但是大家在提建设性的东西的时候，他还是往悲观的去想，比较负面。那另外第三就是竞争，那或许后面还刮到就是自己的劣势嘛，或者竞争里面当然就是比较计较。那谈到竞争，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嫉妒，其实这两个相关性因为有竞争，竞争产生了比较，会产生计较。这比较在计较的过程当中很难，有时候很常会出现嫉妒，即使是我们自己没有发觉，但是它就会难免。那第四呢，就是无聊跟刺激。那讲到这个无聊刺激，或者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很快就能够，或许有一个小侄子希望他常常来我们家的时候，看一看就说妈妈我好无聊哦。然后就这个应该今天大家都会有的。那他就说我好无聊，他无聊的时候他脸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但是悲伤他不快乐。他就是说我好无聊，我没事做。那今天我可不可以打电动？今天我可不可以打棒球？今天我可不可以做什么？他就开始讲这些。他讲这些东西，他学说，他要用刺激来填补他的无聊，以达到让他从不快乐变快乐。这个就是哲学家的意思点，他的一个定义。再来，精神疲劳，疲劳我们一定都会有，有时候是身体上的疲劳。可是我知道很多人身体上的疲劳，可是他精神上是很满足的。比如说肠道湿，比如说我们之前都知道的有很多慈善家，但是在精神疲劳就不一样。我们精神疲劳里面可能会担忧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担忧，我还了。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下雨天我烦恼我卖面线的，然后没下雨，天气好的时候我又烦恼说我那个卖伞的儿子，然后每天都是在烦恼，他会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忧，会造成我们精神上的疲劳。这种状态的话，这种比较再来，几乎刚刚有提过了，罪恶感，罪恶感就是常常就会有一个道德的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做这样代表我的罪恶。这个书里都有详述，那或许在讲述，或许后面有几点，把书里面的几个项目写出来，但是没有写。第8点就是非要万能分，会是诉求很好。今天谁对我不满意，我很不开心，我很高兴，他就四处去跟别人讲。那个人
你这个大概这个谁讲？我跟你讲，那个谁呢，在讲的过程当中，他还会加语助词，为了寻求他人的认同。如果他人没有办法认同他的时候呢，他会说那个人不服气。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写的话，那么多作者被害妄想症，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包含后者也有这个经历，所以后者对这一点就心有戚戚焉。第九，害怕舆论。害怕舆论，我们很常担心说，哦，我这么做，担心别人怎么看。我这么做，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今天一个家庭主妇，他突然没有工作了，在家里，老婆出去工作的时候，这是的。可是你知道人家在做什么吗？不知道。可是我们会无名的会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会压迫你，那个会给你一个无形的压力，那个压力就是舆论。而这个舆论呢，会导致我们快乐。所以说，这个1到9项是这位学者把这几项从快乐的成因作为一个描述。然后学者就说我们平常自己想没想那么多，他想很多，我就把它写下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但是有一个共同。那后面呢，或者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在把它里面写的一些句子也描述出来。无聊与刺激，内心渴望刺激的，人的内心是渴望刺激的，尤其是男性，认同的举手。男生都不敢举手，真的。人的内心是渴望刺激的，尤其是男性，所以有很多极限运动，所以有很多强烈的运动或碰撞的运动都是男生在做。各位没有发现？有啊。对，所以说很多的极限运动啊，毕竟碰到谁讲是比较少，之前都听过。第二点，他说人因为害怕无聊而渴望刺激，但是满是刺激的生命会让人感到疲惫，会让乐趣变得平淡无奇。他用浅度的骚动来代替深度的满足，用聪明代替智慧，用新奇代替美丽。我这样举例啊，就这样过来。现在人手一只手机，你在什么时候会把它拿起来玩一下？无聊的时候。你为什么无聊的时候要把它拿起来玩一下？你想要在里面得到一些讯息，得到一些刺激，刺激来排解你现在的累，所以你被它打破。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滑到睡到你眼睛好累哦，身体好累哦，可是我心里根本就什么都没得到。有这样经验的举手？有啊，大部分都有。卖 gay 来，我改去了。gay 来我。好，它用浅度的骚动来代替深度的满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怎么做才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深度的满足，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寻求这种肤浅的刺激。后来举个例子，为什么吸？提好刺激啊，刺激可以让我得到快乐啊，让我忘却一切啊。他处理不快乐的方式是让我忘掉，而不是我面对不快乐去处理它。这个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他处理的方式是需求、吸引，让我得到暂时的忘却，得到这个快乐。那这个快乐之后呢，更累，还是要面对。那吸那个什么摇头丸的，然后吸什么，可以让你最后你膀胱都缩小的那个肾平方的大小的时候，吸很多，它会变得更痛。它只会变得，你那个乐趣会变得更痛。这些刺激让你更疲惫。或许觉得它这个才会贴切。再来，学会看单调共处相当重要。一个没有办法承受单调的时代，是没有办法做大事的时代。所以我特别其实，在玩手机的过程也有看到，大部分成功的人都是孤独的。有很多成功的人是孤独的，他会保留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来强化自己内心里面的能量。所以他会与单调共处，他会与孤独共处，在这个单调与孤独当中，去品尝这个美食的味道，去品尝他人生美食的味道。这个是后学
他一开始看到中庸的时候，他是很鄙视这种理论的，他是很排斥，他认为这种中国人写这种中庸的东西是他不认同。可是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说我越来越认同中庸，因为人生当中就是要他写的、他会写这样的东西，因为他看过中庸。因为我们中庸不是一面的在追求生产，不是一面的在追求事情，它是你福祸要双至，或者你的事迹、你的单量，它不是偏重于哪一方。他们说太多的事迹会让所有生命，太多事迹会让有没有吧？快乐的生命必须是安静生命的原生，因为只有安静的环境里面，真正的快乐才得以存活。那最后一点，他说那些肤浅却引诱人的乐趣，都是消耗精神。这是他下的定义啊。但是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生活的经验去跟他定义，看看我没有只手机而已的，我看其他很多肤浅的乐趣有很多也是。再来，他讲到嫉妒，嫉妒我就觉得因为后者身上他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挺有趣的，新的信息就把它列出来。他说，嫉妒的人在不受法的情况之下，会希望他人不幸，同时也造成自己快乐。他不会从自己身上挖掘快乐，倒是从别人那里取快乐。这是罗素写的。他说，嫉妒会让人看不到自己已经所拥有的东西。通常不同阶级的比较不会发生。以前以前比较远古时代那个是身份阶级是非常明确的。你生下来是什么阶级，到死，你到临终你走了之后就是什么阶级。你是皇室家族生出来的，你的姓名上面有这个字，你就是皇室的家族。那个阶级几乎是非常明确的。在那个状况之下，阶级非常明确状况之下，不同阶级不会去嫉妒。特别比喻一个例子，一个乞丐不会去嫉妒国王的富裕，他只会嫉妒比他更富有的乞丐。应该是这样，没有道理吧？是，我也不会去嫉妒比尔盖茨。对，我只会嫉妒那些哇跟我一样年纪，却是年薪100万到几百万的那些工程师。所以同学这边你在讲啊，为什么呢？他心里充满是这种嫉妒的状态，是心里会充满是仇恨，而且他会觉得上天给予的最大快乐，为什么总是别人？然后呢，或者书里面的例子出来，为什么医生可以看医生，劳动阶级怎么走路？为什么行政人员可以坐办公室，联手办公，技术员怎么在现场没办法？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它其实就是嫉妒的征兆哦，它就是这个萌芽。所以我们会不要以为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没什么，其实它就已经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造成你的不快乐。我们要找到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派上对症下药嘛。我们还要知道说我现在已经有一句话说崛起啊，崛起极绝啊，对不对？那个念起极绝嘛，就这个念头已经起来的时候，我马上要觉到，哎，我有这样的念头，那这样子呢？这样子这个念头就会我们会去把它做出来。那为什么这里提到这样子呢？我刚才提到说，不同阶级比较不会发生，但是现在的社会的阶级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走入一个民主的社会，在民主的社会里面讲什么是公平？它是公平，或者这边没有详述去解释很多里面的一些定义，但是各位有没有听到说最近有一个名字叫做正义魔人？或者比一个例子吧，捷运站的博爱座是什么人在做的？需要的人吧。刚刚有人说劳动部，刚刚有人说需要的人，其实现在要跟这个说是需要的，它不再是劳动部在做。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刚做完流产手术，她能不能做博爱座？应该可以。
可以啊。但是他坐在那里的当下，你会不会知道他前面刚做了什么？不知道。所以就会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以后大哥去看他这里。”不会做。不爱做。这时候他好意思跟你说我刚做了。哎呦。但是我们却会用我们有限的视觉，起的这个情绪，给他一个定义，并且做出一个习惯，来伤害别人。这个我们给他一句话叫做正义魔人。而且正义感啊，不要说我要求公平啊，我要正义啊，这不行啊，你这年轻人怎么不大家出来做那个不会做啊？可是我还是觉得说，要回到刚刚提的中原，不能够因为正义而极端正义。因为正义而极端正义，那个正义的善跟恶，只是我们目前价值观的投射。你的价值观就取决于我们的生长环境跟你所教育、你所受的教育跟你的经验背景。那你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你的经验背景里面到底是不是绝对的正义、绝对的错？只有，或许觉得啦，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或许还认同它是绝对的正义。而且，绝对真实里面的道理是那些文字。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一些经验里面哦，很快就这样下山了，又因为正义感使然，我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危险。那刚刚讲到说哦，这么多不快乐，那有这么多不快乐，那快乐到底在哪里？或许问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或许又找到一本书，叫做《寻找快乐之国》。这是一个美国的记者，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用出版社的经费，他就告诉出版社说：“那我来写一本这种，目前大家都需要快乐，因为大家都不快乐，所以我来写一本寻找快乐吧。”那他就跟出版社要了经费，就去跑10个国家。他是从那个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那个世界的快乐资料库找到了这些资讯，他就去一个一个去拜访，为什么这个国家比较快乐？我们来看一下他走了哪些国家。他第一站去荷兰，然后去瑞士，去不丹，去卡达，卡达就是有钱，非常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然后去冰岛，去摩尔多瓦，或者其实不太知道在哪里，但是这个地方很安全，但是他们的物资很丰富，他们有很丰富的天然那个水果啊、蔬菜啊，但是却没有很有钱，他们是农业的国家，可是他那边的人民充满了刚刚讲那些疾病，对，但是他们还是很快乐。然后他有去了泰国，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他去英国，去印度，去回到国家，最后是回到他的美国。他去了10个国家，目的是寻找快乐。那他有给这些国家的代表人，他都会给他一句话来定义他。那或许也多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举了几个国家他有代表到的，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啊。他有代表到的，他有给一些，这些国家来看。他认为荷兰人什么都包容，甚至包容不包容。什么叫包容不包容？比如说，我们在这种价值观里面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情。在荷兰，你可以合法拥有它；在荷兰，你可以合法。他们的咖啡厅不是真的卖咖啡，他们的咖啡厅是让你吸毒的地方。你可以合法的在咖啡厅里面，光明正大的就来一口大麻，或者来一口。还会一直管制啊，还有其他的说，给他逼死，是合法的。那调戏的部分，他们有红灯区，全世界最知名的红灯区，阿姆斯特丹。但他走之前他有一个定义，就是太过自由，自由就显得不可贵，过度的快乐，快乐就不是人生的向往。可见，或许不知道他到底快不快乐。可见他离开的时候下了这个定义。看来有人说，我们要为了自由战，我一定要自由才能快乐。我受到这个教育体制的封锁，
我受到我家庭这个束缚的封锁，我受到宗教规矩、宗教传统跟宗教道德观念的封锁，我不自由，所以我不快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如果把这些都打开呢？把这些都打开呢？你要吸毒可以，可以，你要跳机可以，你要做任何事情，OK，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包容你。是作者就觉得说，这样的自由是很腐烂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一点都不可贵。或者再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好玩。我们古代在写诗词的时候，说我们古代有一些我们知道的那些文学作家，像白居易啊，像李白啊，他们可以写出那个唐诗上面有那么漂亮的诗词，它每一个诗词里面又平仄对应的非常的好，它是在一个很严谨的框架里面去写出那样漂亮的诗词词句。那些框架就是它的限制，可是它还是可以在这些限制里面自然的或是自由的翱翔跟在他的想象里面飞翔跟发挥。然后呢，我们渐渐的好像越来越不行，所以以前的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就变成什么新诗，新诗最后连新诗都写不来，变成什么？变散文。散文最后呢就被白话文。所以真正的高手是怎样？在即使是有限的范围里面，他还能够自由自在的飞翔。给你一个浴缸，你还可以在里面跳水干嘛？这是高手。所以，我再讲到第二个，瑞士，他认为瑞士是法位，瑞士是很无聊，但是这是他3个人的经验，它里面有个故事啦，同学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一起讲，但是他列了3个点，他认为耐心跟乏味是息息相关，某种形式的乏味其实就是没耐心，你会觉得很乏味，就是因为你没耐心。这样讲好了，现在如果在这边听浩宇讲课，听不下去了，觉得很乏味，就代表你没耐心。没有啦，这是作者讲的啊，不是浩宇讲的。那所以啊，因为瑞士它最著名的是什么？手表。手表是很精细的工艺，它很精细的工艺啊。它小小的一个手表里面，它有好几百甚至上千个零件在里面。如果你没有很有耐心拿回来，你没有办法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准。所以，尤其是手表在他们国家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他们国家人是因为很有耐心。但是这个美国人呢，美国人什么都讲快，所以他们吃饭都很快，所以他叫做速食，速度的速。他到那边他受不了，他会觉得很乏味，因为他没办法让自己的心慢下来，慢下来，所以他觉得很乏味。但是他渐渐又看到，这个乏味的里面其实有味道，就是耐心，它就是耐心，他就或者来讲刚刚的美食里面，其实有些美食并不是你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美味，而是你第2次尝试、第3次尝试才会觉得说，哇，这个味道真好。或许小时候在比利亚，或许现在很爱喝茶，可是小时候爸爸在泡茶的时候，我一喝都觉得这涩涩苦苦的，哪里好喝？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喝到啤酒，就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我小在办那个烤肉嘛，我忘记了，然后就有一瓶玻璃装的那个看起来就像那个维大露 P， 那个拿起来喝下去就马上吐出来，然后什么东西什么汽水这么难喝，原来那就是啤酒。你现在喝啤酒多多，爱喝啤酒多多，非常爱。或许相信，在这些枯燥乏味，甚至我们觉得是涩味的里面，一定是还有很多